你有冇有試過明明冇係你嘅事，但總忍冇住要插手，同時話你多管閒事，朋友就笑你粗碎心。我舉3個場景嘅例子嚟睇睇係咪係咁樣啊？場景一，上個星期呢跨部門會議，你發現隔離組嘅數據邏輯有問題，然後你就主動捱夜幫忙整理啦。咁結果呢，佢哋私底下討論，話呢個人咁中意出風頭嘅。場景二，樓下兩公婆嗌交，你好心上前勸阻，但結果呢，女方就衝你叫，關你咩事？男方陰陽怪氣咁講，我哋屋企嘅事幾時輪到你外人嚟理？場景3，表弟創業失敗就揾你借錢，你呢冇單止出咗錢，仲幫佢哋諗辦法解決。而家佢嘅生意呢步步高升，但係呢佢就抱怨咁講，唉，早知道當初冇應該聽你嘅。誒，呢句話係咪一下子篤中你嘅心呢？你明明幫忙解決咗問題，反而最後得到嘅係吃力不討好。你知道嗎？呢種愛管閒事嘅背後藏着3種超能力。第一種系統思維，你可以睇見人哋睇唔到嘅關聯。第二，責任擔當，總係將我哋放喺我嘅前面。第三，共情雷達，你要比當事人更加感知到危機。但如何先可以避免自己再次陷入呢種出力不討好嘅做法焦慮當中呢？有3步升級法，將你自己嘅熱心變成智慧。第一，精準定位，識別真求助嘅信號，對方主動說能請教你嗎？而我係你發現問題後去追問，需要幫忙嗎？就好似我哋催眠同埋心理諮詢行業嘅，你等人哋嚟向你請教，你再幫忙，而我係主動請纓。就好似同事話呢個表格嘅公式我整咗2個鐘啦，你就問需要我幫你睇睇冇？咁對方就話唔使，我再試試。誒，呢個時候立刻停止。第二個方法呢，就係引導成長，用蘇格拉底提問法去代替直接俾出答案。舉個例子，你覺得呢個數據匹配嘅關鍵喺邊度？又好似朋友成日講客戶總係拖欠啲貨款，咁你問你覺得佢哋拖延嘅核心原因係乜嘢？去引導佢自己去分析。第三，能力聚焦，用手機備忘錄記3句話：我最擅長乜嘢，能幫到人哋乜嘢，但係冇會幫乜嘢乜嘢。舉個例子，隔籬屋等你修電腦，你話我只係識裝系統，其他嘅問題我建議你都係揾專業人士啦，因為呢啲我冇係我嘅專業，我咪好識。你就需要咁樣嘅回答就得啦。記住，真正嘅善良冇係替人遮風擋雨，而係教佢學會自己打傘。你嘅智慧熱心最終會照亮更多嘅人。